樂聲，空氣相對穩定，找到這對電腦就失聽，找到這聲真高興，成就旅程。需要我安寧，隱約生與命，承睇那班人不停拒絕去安靜，說冇問我，但我是怪胎，我是有毒有害，對我暗説殺害，我逃到城外，乘着到身體奔如之中，不出月球以外。當一覺醒來，竟會出意外，星體又飛旋飛來，我國界之內，說這個最好最好最高，太高方式太多，這個跳躍8人都可以當生物，人類確是太認真。上路漫步優雅地學習，離開我吧，不要搞我好嗎？離開我吧，給你山珍水將你滅了吧，癌將根錯化。